线顶的兄弟姊妹，大家平安，哈利路亚！感谢主，咱会当做伙同齐伫线顶，做伙来敬拜，做伙来聚会。虽然疫情的关系，但是咱会当伫线顶来敬拜，是一件非常美好的事，好不好？这个时阵，咱要敬拜之前，我要分享一段圣经。圣经安尼讲：恁着学乐耶和华，敬畏耶和华。大欢喜伊的命令的，即号人有福气。咱来学乐咱的上帝，学乐耶和华，咱是有福气的。阿妹吗？好唔好？伫即个时阵，咱伫敬拜，咱伫聚会进前，咱先做伙来备办心，来向主来祈祷，求主互咱会当有一个较无的心，互咱伫早起时会当来敬拜，会当来欢喜。来学乐伊，好不好？咱即时，咱为着咱家己来献上祈祷，求主帮助咱来敬拜当中来拄着伊，来经历伊，好不好？这个时阵邀请咱做伙同齐开声来为着咱家己来祈祷。哈利路亚！主啊，感谢学乐你，你是堪得学乐的上帝。主啊，阮伫无论伫什么所在，阮就要来开嘴来吟诗来学乐你。因为主，我要用我的全人全心来学乐你，求你帮助我，在这个时阵会当安静我的心，会当用上较无主的心、上火热的心来敬拜你。主啊，这个时阵求你的圣神充满在每一个角落，充满在每一个人的身躯顶，和每一个人拢和圣神大大的管纳。主啊，愿你这个时阵充满在线顶的每一个兄弟姊妹的身躯。感谢学乐你，愿你充满伫阮今仔早起的敬拜，哈利路亚，哈利路亚，愿一切荣耀拢归于你，基督靠耶稣的名，阿门。好冇？这时阵，咱安静咱的心，咱来学乐咱的上帝，将一切荣耀单单拢归于伊。哈利路亚，主，我们学乐你。我学乐耶和华，我称颂耶和华。我歌鼓响就算有，我学乐耶和华，我称颂耶和华。我诚心敬拜永无煞，我学乐耶和华，我学乐耶和华，我称颂耶和华。我歌鼓响就算有，我学乐耶和华，我称颂耶和华。我诚心敬拜永无煞，搁单一遍来吟。我学乐耶和华，我学乐耶和华，我称颂耶和华。我歌鼓响就算有，我学乐耶和华，我称颂耶和华。我诚心敬拜永无煞，万军的军，万王的王，我阿乐你宝座前，早在今在，永远的主，多多你看的尊崇甲荣耀。我学乐耶和华，我称颂耶和华。
我搁故乡像山哟，我乐耶和华，我称颂耶和华，我相信敬拜永无线。主，我要了你，单单来敬拜你。就在这边来敬，我乐耶和华，我称颂耶和华，我搁故乡像山哟，我乐耶和华，我称颂耶和华，我信心敬拜永无线。搁在这边来个俄勒伊，我乐耶和华，我称颂耶和华，我搁故乡像山哟。咱举起咱的双手来敬拜。我乐耶和华，我称颂耶和华，我相信敬拜永无线。万军的军，万农的王，我乐你来保作证，早在今在永远的主多多里，看地君从甲荣耀。我称颂耶和华，我搁故乡像山哟，我乐耶和华，我称颂耶和华，我相信敬拜永无线。咱举起咱的双手来敬拜伊，万军的军，万农的王，我乐地里保作证，早在今在永远的主多多里，看地尊崇甲荣耀。我乐耶和华，我称颂耶和华，我搁故乡像山哟，我乐耶和华，我称颂耶和华，我相信敬拜永无线。是的，主，万军的军，万农的王，我乐地里保作证，早在今在永远的主多多里，看地尊崇甲荣耀。我乐耶和华，我称颂耶和华，我搁故乡像山哟，我乐耶和华，我称颂耶和华，我相信敬拜永无线，我相信敬拜永无线。哦
耶和华是我的安慰，我可以拢免惊啥物。虽拄着风台天，伊予我心有平静，将平安藏伫我的内心。是的，主，你是阮安慰。咱做伙来吟耶和华，耶和华是我的安慰，我可以拢免惊啥物。虽拄着风台天，伊予我心有平静，将平安藏伫我的内心。我过心山谷也无惊灾害，伊会甲我伫地，用话来安慰我。有稳定甲主爱，甲我三做伴，有平安对我一世人。是啊，主，你是我的安慰，耶和华是我的安慰。我可以拢免惊啥物，虽拄着风台天，伊予我心有平静，将平安藏伫我的内心。我过心山谷也无惊灾害，伊会甲我伫地，用话来安慰我。有稳定甲主爱，甲我三做伴，有平安对我一世人。我过心山谷也无惊灾害，伊会甲我伫地，用话来安慰我。有稳定甲主爱，甲我三做伴，有平安对我一世人。是的，兄弟姊妹，咱虽然伫疫情的中间，有多事来影响咱的生活，影响咱的家庭，甚至影响着咱的工课。那么这个时阵，咱往伊来祈祷，往耶和华上帝来祈祷，伊是听人祈祷的上帝，伊是会赐福予咱的上帝。那么这个时阵，咱做伙开嘴，为着咱家己献就咱的祈祷。哈利路亚！主，阮感谢你，主啊，虽然这个时阵阮真多欠缺。主啊，虽然这个时阵有真多病痛伫阮的当中，但是主，阮往你来祈祷，往你来恳求，求你这个时来将你的恩典充满伫阮的当中。主啊，互阮每一个兄弟姊妹，往你来祈祷的时，主，你着阿姨康伫阮的当中来听。主啊，你着将阮所需要的一切来祝福伫阮那里。主啊，阮真正需要你。需要你来成做阮的安慰，成做阮的帮赞，阮将阮一切完全拢交托你，求你来帮助阮。哈利路亚！我过心山谷也无惊灾害。
过也无惊灾害，伊会甲我伫底，用话来安慰我，有稳定也慈爱，甲我相作伴。有平安对我一世人，有平安对我一世人。天父上帝，阮伫你的面前献上阮的祈祷，主你是赐平安的上帝。阮伫你面前，为着无论是阮的家庭、阮的工课，阁有阮的身躯的病痛，拢向你来恳求，向你来祈祷。愿主你听阮的祈祷，将稳定、将平安、将健康拢赐予阮。主啊，众兄弟姊妹，伫你面前用心灵甲诚实来敬拜你，愿你这个时阵得到永远的荣耀。感谢阿罗你，将今早起的聚会仰望你，愿你甲阮三个伫地。安尼祈祷，拢是靠主耶稣的名。阿门。山顶的各位兄弟姊妹，大家平安。这是由我来做教会事工消息报告。本会消息由从教会公告，本会依照高雄中会的指示，为着要配合高雄市政府的相关防疫，教会所有相关的实体聚会，拢暂停到6月28号。但是礼拜三祈祷会。礼拜六青少年礼拜、主日台语、华语礼拜，咱拢会用网络直播聚会来进行，敬请大家务必配合参加。线顶聚会期间，敬请小组长配合下面2点：第一，汇报各小组线顶聚会人数；学生牧区、儿童牧区小组长。请爱记得帮赞囡仔，做到奖学金申请的规定事项，以免影响到囡仔的权益。虽然在疫情期间未当实体聚会，但请兄姐有缘善尽上帝敬意的本分，尽力做到下面5点：聚会无停止，祈祷无停止。传道无停止，奉献无停止，行善无停止。教会鼓励兄姐会当利用下面方式来做奉献。第一，各项奉献地会当家己集中，每一个月摕到办公室来奉献。第二，有参加小组的兄姐，小组长若方便，会当来协助代收甲代转。第三，兄姐的奉献也会当利用周报方面点管的银行口座来奉献，但是会记你汇款了后，联络办公室等配分干事来告知奉献项目，以便周报来刊登。在疫情当中，求主保守咱的心，赢过一切，小心提防，但无得惊吓。请大家坐坐祈祷，坐坐彼此相顾，用实际行动来为主做美好的见证。本会到6月30号，逐日透早5点半来推动复兴祈祷小组线顶及早祷会。欢迎大家上线参加，也欢迎兄姐购买复兴祈祷小组30天祈祷手册，做伙来灵修亲近主。手册一本90块，
车院办公室来购买。109年度关系证明收据已经开好，若需要领取收据报税的兄弟，请到办公室来领取。为着要庆祝释教70周年，举办油涌教会设立70周年logo设计精选甲歌曲创作精选活动，欢迎有这方面专业的兄弟踊跃报名参加。若要报名，请往办公室来领取。因为疫情的关系，6月份中执会将延到7月初4召开，敬请各位中执甲单位同工到时留意参加。2021年每日研经释义第3季册本已经到了，请有买册的兄弟到办公室来领取。具体消息，合作社有举办下面3项贷款：第一，社员安心低利率贷款，金额12万，利息年利率2.4%，对今仔日开始到8月31日查止。第二，社员在职军警公告，贷款30万，利息年利率3.6%，对今仔日开始到11月30号查止。第三，不动产抵押担保贷款，利率年息1.8%，欢迎社员有意贷款也是转贷，会当向合作社来洽询办理。日本家之光协会举办第29届世界儿童画图比赛，请本社6岁到12岁社员踊跃参加画图比赛，收件到7月23号查止，欢迎向合作社来报名。相助会消息，嘉典教会林赞金菊姊妹蒙主恩调安息主怀，敬请相助会员缴相助会费。以上报告，接落来是讲道的时间。这礼拜讲员是陈建业牧师，伊要甲咱分享的主题是“人照真理行，主照恩典行”。咱做伙来欢迎陈牧师。兄弟姊妹，大家平安，大家早早，感谢主，互咱真欢喜。伫主日，咱三角来敬拜咱的上帝。咱虽然伫线顶我看袂到你，但是我的心甲兄弟姊妹拢相结连。阮办公室的团队也真欢喜。阮有要来献一首的诗歌，对心合一，希望咱会当。伫咱的心内面，咱是结连的，咱是合一的。即马咱要来透过这个诗歌，咱来学到上帝，来敬拜上帝。让我们先求胜过合一，不分彼此，同心向前行。
道路远超过我们的同心合意，同心合意。当我们放下自己心意，为了使命献上自己，同心合一，同心合一，让我们先求胜过恶意，不分彼此，同心向前行。向着世界为主发光，可以寻求神国度蓝图，不在乎自己，体贴神心意，使用我们走遍世界各地。同心合一，同心合一。当我们放下自己心意，为了使命献上自己，同心合一，同心合一。让我们先求胜过合一，不分彼此，同心向前行。让我们先求胜过合一，不分彼此，同心向前行。不分彼此，不分彼此。同心向前行。哈利路亚！咱甲这办公室的团队，甲因拍拍一个，感谢主吼，因录这首的诗歌伫这个时阵来激励咱的心，互咱会当对心来合一，互咱会当同心合意来完成主托付咱的大使命，互咱无论咱的环境如何，咱永远要勇敢来向前行。阿妹，感谢主，下早起牧师要来分享的这个圣经是约珥书第2章28节到32节。同款的这个经文的内容是伫使徒行传第2章17节到21节。咱做伙来读。了后，我要用我的神降落，予凡有肉体的，恁的囝、查某囝要做先知讲话，恁的老人要得到面望，恁的少年人要看见异象。伫遐日，我要用我的神降落伫罗卜、鲁比，我要显明奇事伫天呢。伫地呢，火甲火甲火粉的跳，日头要变黑暗，月要变做火。伫妖花大过通见的日，未到的大声。上帝讲，伫落尾时日，我要用我的神降落伫凡有肉体的，恁的后生，恁的查某囝要做先知讲话。恁的少年人要看见异象，恁的老人要得到面望。伫遐日，我也要用我的神降落伫我的罗卜、鲁比，因也要做先知来讲。顶面伫天呢，我要显出奇事；下面伫地呢，我要显出神迹，就是火、甲火、
甲烟雾，日要变做暗，月要变做火，伫主大过应显的日未到的大声，搁紧啊求叫主的名的话得到救。感谢主，这段圣经是《使徒行传》第2章17节到20节大部分的所在，甲约珥书第2章28节到32节这个内容拢是相像的。兄弟姊妹牧师的早起要甲咱用一个题目来阐述上帝话。这个题目就是人照真理行，主照恩典行。咱台语有一个俗语讲，人照天理，天就照价值。但是我用这句话甲翻做，人照真理行，主就照恩典行。感谢主，咱伫疫情中，咱求主，互咱因缘会当照伊的教示去行，行伫伊的旨意内底。我相信主的确要施落伊的恩典。最近天主教的教宗有讲这个防疫一个短短文章，我感觉真有意思。伊讲咱即马甲所听的人拢住伫厝内。有人讲即马这叫做隔离啦。伊讲其实隔离这是真感觉讲安那甲向关掉的。当咱改换一个心态，咱就袂安尼想。其实咱会当伫厝的，厝的就是咱上介好的所在。咱不管咱即马工作如何，咱会赚的钱多少，感谢上帝。咱会当伫咱的家己的厝，有所听的亲人围围，这个上大的福气。所以伫这个时阵伊就建议兄弟姊妹，咱免来互咱的所住的厝搁较水。咱所住的厝是真平安。那咱所住的厝希望咱的厝会当成做一个敬拜、祈祷、默想、感谢、懊恼，搁恳求上帝的所在。咱免来互咱的厝，嘛会当囡仔伫厝的，那个诚做好好大家斗阵来读册、写作、画图，会当学习，会当教导的所在。咱的厝嘛会当诚做一个足欢喜哇！大家伫厝的囡仔伫遐跳舞伫遐唱歌伫遐弹琴大家伫迄个所在欢欢喜喜，互这个厝的充满了温暖。搁咱嘛会当互咱的厝，伊讲会当那诚做一个人咧做生意的商店伫遐足清气的，整理足整齐搁布置甲足水的咱会当这个机会，咱免来整理咱的厝一寡可能咱已经用袂到的咱会当来甲伊送出去卖出去，互咱的厝我那瘦身一下所以伊讲咱的厝应该会当诚做诚水的一个餐厅。哇，大家伫遐食饭煮餐，咱阁会当变换咱的菜色咱免来制作咱的食谱咱会当种咱的花草咱嘛会当锻炼咱的身躯伫咱的厝的所在，因为咱的身躯就是圣神徛起的厝。兄弟姊妹，这就是这个教宗伊感觉，咱虽然伫疫情中伫厝的，咱爱好好照顾咱家己，咱爱无论如何，咱爱好好生活咱也着爱尽咱家己的本分。兄弟姊妹，咱今日读这个约珥书，上介要紧的，上帝就是爱伊的百姓，伫任何的情况，就爱尽家己的本分，照上帝的旨意来行，照上帝的真理来行，上帝的确会施落恩典予伊。所以这个约珥最先知的是差不多伫主前500当当时波斯来统治波斯的王对犹太人袂歹，互因有真侪自由，甚至因会当来参政。咱读圣经，咱看见无论是以斯拉、尼希米
还是木底改，其实因拢伫迄个王朝内面拢做大官。甚至咱也看到即个王后以斯帖，伊嘛是做王后，互伊会当来救伊的百姓。所以咱看见波斯的王对袂歹，特别到伫即个古列的时嘛，准因倒转耶路撒冷来修整因的圣殿因的城墙，也嘛毋望互因会当倒转家己的所在来复国。兄弟姊妹，所以咱看见虽然因伫受掠的所在，因照因的本分，上帝施恩的手嘛是会帮助因。兄弟姊妹，咱看见约珥的时阵，因伫波斯的帝国内面，虽然有得到真好的款待，毋过嘛是会拄着艰苦。因嘛是同款拄着经济无景气，现在无景气，因拄着即个草民的灾害欠收，所以足艰苦的。因家己的伫受掠的所在艰苦，想讲倒转去因的故乡的所在遐有较好，毋过探听起来遐嘛是去互草民食了，搁较凄惨，生活搁较困难，所以有时咱的人生就拄着进退两难住伫遮毋好，去到遐嘛毋好。那甲过去咱有的人感觉讲台湾真好，大家拢转来即摆台湾无好，大家赶紧走有时着人生要拄着什么，无人知影。即个先知约珥伫即款的处境中间，因所拄着问题，即个先知来对因讲话。即个先知伊所讲的话，有时咱听起来改成讲，讲的物件可能那个真启示的，那个启示录所咧讲的有真侪这的话语，因为当时波斯统治，你咧传达的信息，互因家己的百姓听有，别人无一定爱听有，因为听有我照你讲了，恁安怎上帝就免来帮助恁。现在伫迄个波斯的人，因嘛嫉妒因嘛反感，所以即个先知今日传达的信息，其实咱也来甲了解上界要紧的，就是兄弟姊妹，咱也伫咱的做务中间，咱莫怨叹咱莫埋怨咱莫放弃，咱会当尽咱的本分，咱应该做的，咱就去做无论是咱的少年人、咱的老大人，还是咱的迄个勇壮的人，咱每一个人拢尽咱的本分。这个先知就是要讲，当咱的心若得到保守，咱的生命若会当显出迄个美好，咱会当尽咱的本分，咱会当照真理行。上帝的确会行代志伫恁的中间，会施恩典伫恁的顶面，所以咱伫即个经文中间，会使讲头一部分就是咧讲，咱爱照真理行。头一部分就是咱爱照真理行，咱就爱尽咱做人应该做的本分。伫即段中间，即个先知其实有讲三种的人，一种就是少年人，一种就是咱的老大人，一种就是咱的奴仆女婢，还是讲，这就是咱的抑个会当勇壮有气力，会当来做工，会当来尽责任的人。伫遮咧讲，少年人爱有异象，其实意思就是讲少年人爱有志气啦，少年人爱有目标啦。这个有异象，这是一个命令句，唔是讲有也好，无也好。少年人一定要有志气。少年人一定爱有目标，若无日子就是一日一日过，安尼迄个茫茫渺渺拢迄个晃动唔知讲要做啥物少年人有时就是无一个目标的时一日一日来荒废去。所以这个所在，这个用力咧鼓励少年人，确实有影。咱厝内的少年人若有志气、有目标，咱的士大人就足安心。若无，咱就足烦恼。咱的国家嘛共款，咱的下一代若是大家拢有志气，大家拢有目标，肯为着咱这个所在拍拼，咱就真放心。若无，咱就真烦恼。
咱足惊咱的少年人吼，变做讲无目标，一日干拢干那靠老爸、靠老母，靠死大人，讲去靠爸一族，我甲我的迄个细汉查某孙定来叫我唱歌，我也袂晓唱，我就唱一条讲迄个古早有一个贫惰的人讲古早有一个迄款的咩？古早有用个唱法唱无？迄款的古早有一个贫惰的人，透早起来要食毋叮当迄个咱较早咧讲一个故事，讲伊即个贫惰的人透早起来要食毋叮当。咱足惊讲哇，咱的少年人若是安尼就凄惨嘛所以少年人一定要有志气，要有目标日本北海道天气足寒足侪物件拢歹种做，但是日本当真艰苦过时，有一个美国的农业专家，伊也是牧师，叫做 William Smith Clark。伊去日本北海道，伫1876年受邀请去遐做伫迄个68年伊去遐做因的农业校校长，伫遐来栽培少年人。中间伊有栽培22个真优秀的学生。当伊要结束伫遐服侍，要倒转去美国，逐个人拢依依不舍。大家去到码头来送别的学生足济。当时伊敢若甲这少年人讲一句话，讲 Boys be ambitious， 就是讲少年人你一定要有野心，其实毋是野心，要有企图心，就是你要有志气，你要认真，要打拼。当伊安尼勉励这学生记在心内，所以这少年人因。后来不一定拢是做农，但是因伫各行各业拢有好的成就，拢真做对日本足有贡献的人。中间就是一个真出名日本的神学家，叫做内村干三。所以咱看见少年人有志气、有目标，这是非常要紧的。伫幼年的时代是安尼，咱即马这个时代嘛同款。第二讲老大人爱会做面盲，老大人会做面盲牧师捌定来讲夜长梦多咱老大人已经夜不长可无遐长，照讲伊梦少。毋过伫遮讲咱的老大人嘛，着爱会做面盲，就是咱爱阁有理想，咱还阁会知影讲咱毋是无路用咱也阁有智慧，咱有经验，咱会当做真侪代志，咱会当来帮助这少年人来成就、来成全因。兄弟姊妹，梦是足要紧的，人就是要有梦、有理想。那较像美国的这个黑人的民权运动者，这个马丁路瑟金讲：我有一个梦。当伊有一个梦，伊希望伊的民族。毋是照皮肤来咧论断讲你是好还是歹，你是悬还是低，所以伊希望因会当过平等的生活，大家会当相听，大家会当斗阵学习，大家会当斗阵生活，大家会当斗阵为了这个国家来打拼。哇！伊这个梦带来美国真大的祝福。兄弟姊妹，咱得有梦，有梦上水，好梦上水。感谢主，第二次世界大战。迄个时阵，德国因为战败，所以逐所在拢足荒废。毋过当时伫1949年，有一个73岁孔纳，这个人做总理。哇！这个人虽然73岁，但是伊真有智慧，伊免啊，甲战后德国佮重新甲起造起来。伊知影讲爱甲别人关系较好，所以就加入北约甲美国的关系爱好就会当得到真多帮衬，所以互这个国家是真荒废中间佮重新发展起。今日的德国会当遐尼发展，伊是互德国上届
德国人上少年，感觉是对因德国贡献真大的一个人。日本战后嘛同款，有一个首相叫做吉田茂，吉田茂，伊嘛同款。当时日本战报足凄惨，生活有够艰苦，但是伊就会当真谦卑，会当来甲美国迄个谈判，毋茫讲阮这18万的文官，毋通战后拢变做迄个战犯来甲咱整理，就去了你来恢复，互伊会当过正常的国家的运作。所以伊就伫迄个所在得到真侪帮助来整理伊的国家，嘛栽培足侪的人才。日本进前一站。经济歹落去就是安尼，首相直直换，好像无一个好的首相共款。其实，这个吉田茂当时咧做的时，伊咧讲哦，其实伫我的手下至少有150个拢会当来做首相，代表伊有栽培足侪的人才。兄弟姊妹，当一个国家即个长辈会当有智慧、有经验，佮真正会做梦，为了这个所在要更较好，无失去理想，会当栽培更较侪优秀的人才。我相信，这个所在就成做蒙福的所在。这个所在的确会当领受上帝恩典，经历上帝极大的祝福。今日咱就是一讲的状况中间。佮第三，伫遮咧讲的这罗布鲁比，其实就是这个较中年、较壮年。无论是男的，是女的，因拢会当讲语言，会当传上帝话，毋是干那传上帝话，咱毋是干那知上帝话，咱会当传上帝话，咱过来教上帝话，其实佫无够，咱就来敬上帝话。这就是犹太人因认为知识其实有4个赞处，知都无一定行呢，会晓传。传都不一定教，你讲会出来，但是不一定有法通去教。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知影都是你都唔知影讲要哪解释。但是你做老师就是会晓解释。但是你虽然会晓讲、会晓传、会晓教，上重要就是爱行出来。咱会当明白真理，咱会当实践真理。这就是当这个中年人、壮年人。大家人会当真正知影上帝的真理，知影上帝的旨意，佮会当来行上帝的旨意，欢喜负起责任，欢喜将这个听实践出来，欢喜做好的模范。哇，完全拢无共款的，家庭无共款，今日教会无共款，国家无共款。兄弟姊妹，咱今日伫咱的处境中间，上界要紧的，就是咱毋茫，无论是咱的少年人。咱的长辈，咱的这勇壮的中壮年，咱应该伫任何的状况中间，咱就听到这个约珥所讲的，这个约珥所讲的，伊咧讲的，就是咧对咱今日讲的。迄个时代有拄到艰苦，要安怎会当来经过，就是爱逐个人真正来回应上帝对咱的呼召。上帝爱咱做的，就是咱爱有志气。咱要有目标，咱要有理想，咱会当欢喜来担这个责任，咱欢喜斗阵来拍拼。兄弟姊妹，这就是咱今日无论咱的国家、咱的教会、咱的家庭也是安尼。中壮年是上力的，但中壮年若无好模范，带来影响是足大的。前伫美国有一个足有名的这个golf， 足出名的这个。Tiger Woods， 老虎伍兹，哇，这名大家上叮当，大家拢知影。伊是一个真了不起的，这个 golf 的选手，伊赚有够侪钱，会使讲伊拢保持世界第一名，当年收入拢是1亿的美金起跳。但是你知影讲，当伊无保守伊家己，伊发生外遇了，哇！规个人就拢切落去那伊的成绩安尼去了，拢袂入顶佮甚至开车精神无好去互警察甲伊抓落来，哇！
这电视一个播出来，讲哇，这个人到底是什么人？哇，这泰克伍兹，即摆人较这落魄，无人敢相信。过去是安尼吼，会使讲吼，看到一个人吼，真官大哦，面色真好，真风光，但是即摆咱看变足济，所以这个用力伫迄个时代，除了会当得到这个波斯王对因较好的政策，但是拄到歹的时机，大家拢歹。伫拢歹中间，咱会当改换咱的心，调整咱的心，咱会当保守咱的心，咱会当真正尽咱的本分，咱会当照上帝教示的真理去行，咱会无共款。所以第二部分，伊要甲恁讲的，当咱会当尽咱的本分，咱有志气、有目标，咱会当有理想，会做民望，咱欢喜负责任。上帝伊的恩典就正，就是上帝伊的施典，伊奇妙的所在，上帝伊的眷顾，伊的来保守伊的百姓。所以第这部分就是讲，咱若照真理行，上帝的确会照恩典来行。上帝做什么呢？咱看见这个圣经中间哦，头一项讲，伫天顶地下，伊要显出真奇妙的这个代志，就是啥？有火，有粉的跳，哦，有这个火，甲这个火粉的跳，哦，看起来感觉讲哦，足恐怖的。其实哦，这个所在伊咧讲的咧传达的，是因的百姓听有的。这个火其实就是伫伊要出来笈的时候，这个火伫这个门框的门楣甲高高的，安尼因就叫做救赎，灭命的这使者就走过，就因的大囝就得到保守，所以这火就是救赎，上帝的救赎有火，有这个火粉的跳，就是讲伫旷野的时候，你是足热的时阵吼，伫迄个所在有迄个日头甲咱掠掉的，有云彩甲咱掠掉的，甲咱保护，互咱袂着热着，咱袂迄款个即个中暑吼，咱会较凉爽，咱会当向前行。搁伫暝时足寒的时阵吼，有即个火粉的跳，就是有火焰，互咱袂寒。咱会当伫旷野的所在，上帝都安尼甲咱三甲伫地，上帝都安尼帮助咱，互咱知影讲，当咱照咱应该行的去行，咱应该做的去做，上帝伊会行这信念。好，第二项，上帝伊讲日头要变做黑暗，月要变做火，日头要变黑暗，月要变做火。这个所在，咱会当看见，当咱尽本分，其实上帝伊是掌管宇宙万物的上帝。日头变做我们的天黑黑要落雨，天黑黑要落雨。这个雨会落，是甚至这个咱咧讲这个月为苦要落雨，这个月那个画条有一个迄款的粉，这个雾伫遐的时阵有迄个苦条是，就是要落雨。虽然咱可能即马足空话，但上帝伊就是要降落雨水来润泽这个土地。这个上帝恩典，这个上帝疼痛，这个上帝伊所显的技术。感谢上帝，咱今年拄着空话，大人真担心。但是感谢上帝，咱中南部上容易欠水，但是咱伫这一两礼拜雨水会降落。虽然落雨水互咱带来真侪不便，但是咱知影，感谢上帝，这是上帝的疼痛，这是上帝的恩典。兄弟姊妹，这就是先知所要甲恁讲的。当咱来当对上帝有信心，咱会当用信心来回应上帝对咱的呼召。既然求叫伊的名的，的确要得到救，的确要得到救。以色列百姓伫埃及呼求上帝，上帝来拯救伊，就是因伫这个受掠的所在，上帝嘛听因的祈祷，上帝嘛引带因的道路，上帝嘛甲因三甲伫地。所以，这个先知咧鼓励咱。咱来用信心来求救咱的上帝，既然求叫伊的名，拢要得到救。
兄弟姊妹，咱的确爱用信心来回应上帝的呼召，互咱会当照伊的旨意去行，咱趁伊的旨意去行。上帝的确要引带咱，上帝的确要解决咱所有的困难。用耶稣会使讲，就是伫迄个时代，上帝透过伊对兄弟姊妹讲话，互因的性命爱拿来拿甲上帝结连，互因的性命拿来拿好，互因性命拿来拿水，互因的心思意念拢端正，互因拢咧看代志的眼光拢是正面的，拢是会当向前的，互因的少年人有志气有目标，互因的长辈拢会当真正透过因带来祝福，互因的这中壮年的人会担起责任做好的模范，互因会当共同来度过这个难关。兄弟姊妹，咱伫这疫情的时，咱拢咧讲，咱即摆要过一种新生活的运动。约尼就是咧叫因爱过一个新生活的运动、新生命的运动。兄弟姊妹，咱即摆伫咱的生活中间，求上帝帮助咱，互咱伫厝内，咱会当有时间祈祷，咱会当甲人伫线顶斗阵祈祷，咱会当灵修，咱会当厝的人建立好的关系，咱会当安静思考。上帝，互咱伫这个疫情中间，咱要安怎来伫这个疫情中间，永远会当来搬会过，互咱会当来经过这个难关，互咱相信咱要行子的一个真水的未来。兄弟姊妹，当咱有迄个信心的时，咱的未来是充满了光明，充满了色彩。但是当咱无迄个信心的时，有时是比疫情较可怕，有时比恐慌较可怕。兄弟姊妹，咱得要保守咱的心，赢过一切。求上帝帮助咱。咱的教会伫这疫情中间，永远有拄着真大的冲击，所以牧师永远对兄弟姊妹，有一寡特别的拜托。希望教会的领袖兄弟姊妹，大家人拢共同会当照真理来行。虽然咱伫疫情的中间，咱的聚会嘛不应该停止。那甲希伯来书讲咱唔通停止聚会，那甲惯势共款，这对咱来讲无好。咱的祈祷无停止，那甲撒伯尼讲，我决断无停止来得罪耶和华。咱嘛传道无停止。保罗甲提摩太讲，无论是得时不得时，咱拢爱传扬伊的道。佮伊伫加拉太书嘛讲，咱行好嘛袂使停止，因为咱行好若无灰心，到时的确会修成。相信咱所业的种，的确会得到收割。佮咱奉献，咱嘛无应该停止，因为咱也照咱对上帝所领受的，咱将咱所领受的10分的1分，会当送入府库。上帝应允，伊要对天顶拍开天窗，来变福气予你，到无地通下。兄弟姊妹，咱应该伫这个疫情中间，求上帝帮助咱，互咱尽咱的本分，无论是伫咱的家庭，伫咱的工作，伫咱教会生活，伫台湾诚做国民的一份子，求上帝，互咱会当有志气，互咱有目标，互咱会有理想，互咱会当有好的模样，咱会当尽咱应该尽的责任，咱也照真理行，上帝的确照稳定行。阿们。兄弟姊妹，咱这个时阵，咱要来吟一首的诗歌，咱要来敬拜前方的花蕊，咱上大的瓦靠。前方的花蕊，青翠的草坡，啥人种做啥人照顾。上帝做日头，上帝赐风雨，
受伊养饲，拢免烦恼。最最的劳苦，日出个日落，城市满足，城市安逸。总是伊听咱，为咱有陪伴，伊是咱上大的帮助。就是耶和华，虽然咱看无头前的路途，上帝知影，上帝开路，多多伊是好，愿意来学乐，伊是咱上大的外壳。上帝知影，上帝开路，多多伊是好，愿意来学乐，伊是咱上大的外壳。感谢主，虽然咱看无咱头前路途到底会变做安怎，但是上帝伊知影。伊会开路，伊是上介好的上帝，伊是咱最大的外壳。兄弟姊妹，咱望咱伫这段期间，求上帝保守咱，互咱对咱的细囝、对咱的少年人，咱来鼓励伊，互有志气，互有目标。咱的长辈，咱永远爱常常感谢上帝，因为因有智慧，因有经验，因也阁会当有理想。可以当成做咱的祝福，咱毋望咱所有的这中壮年，咱来担起咱的责任，咱应该就要知影上帝无放弃咱，咱来当尽本分去做。我相信咱的家庭要得到保守，咱的工作要得到保守，咱的事业要得到保守，咱的教会要得到保守，咱的国家要得到保守。兄弟姊妹，为着咱家己来祈祷，咱献上祈祷。哈利路亚！主，阮感谢你，主，阮学了你，互阮虽然伫疫情中间，主啊，看见阮的头前的道路茫茫渺渺，这个疫情当时要煞我毋知，主啊，阮的工作会当保掉我毋知，主啊，阮面对的危机阮会过我毋知，但是主，阮知影，主啊，你是好的上帝，你是恩典的上帝，你是永远要甲阮三甲地的上帝。你拢无放弃我，主啊，当阮会当保守阮的心，尽阮的本分，主啊，互阮会当彼此相鼓励，互阮的少年人有志气、有目标，互阮的长辈也阁会做面盲，也阁会当将因的经验、将因的智慧会当传承予后一代。主啊，过去你教阮三甲地地，即马你嘛教阮三甲地地，你永远要教阮三甲地地，因为阮感谢你。互阮有真侪中壮年，主啊，阮应该承担责任。主啊，阮恳求你，互阮的兄弟姊妹得到恩典。主啊，知影你的恩典到位啊用。主啊，互伊当靠着你，凡事拢会。主啊，互你灵魂体拢形成，互你心思意念拢是正面的。知影上帝，互阮经过这个考验，
上帝让阮经过这个抗疫，阮就是要到老年甲灭的地。阮虽然拄了疫情，还是像伫约尼的时代，拄着这个草命欠手的灾害，但是上帝的确要同在，上帝要那个保护以色列百姓伫埃及、伫旷野，上帝拢同在，上帝拢看顾。主啊，你的确要替阮开路，你要引导阮的道路，主要引导阮的脚步。主，阮感谢你，主，阮学了你，互阮会当真正知影，当阮照真理行。主啊，你的恩典，丰盛的恩典，的确要正伫阮的中间。兄弟姊妹，咱要过来祈祷，望咱会当为着咱教会咱所有的这教牧，还是所有的办公室的同工，互咱这段期间，咱望咱伫线顶的聚会，拢会当拿来拿好。求主也用伊保护来抓看，咱所有人，互咱平安。咱特别，咱为着咱的教会。咱的同工，咱出声来祈祷。天父，阮感谢你，互阮伫这段期间，主啊，虽然阮袂当实体聚会，感谢你透过阮的同工因的努力，因的帮衬，互阮会当伫线顶来礼拜。主啊，求你用你的保护来抓看，互阮所做的，逐项拢会当得到顺利。主啊，阮的兄弟姊妹拢得到你看顾，互阮兄弟姊妹虽然伫这个疫情中间，永远无停止聚会。主啊，无停止祈祷，主啊，无停止奉献，主啊，无停止传福音，主啊，也无停止行好，互阮会当为你做美好的见证。主，阮感谢你，主，阮感谢你。兄弟姊妹，咱来为着咱的这长辈，现在有身体欠安的，咱特别为因代祷。那么为着洪尚南兄弟因的车祸，也搁手术了，伫到病房。咱来替伊祈祷，为了林以贤同学也是车祸，求主，互伊会当紧紧得到恢复。为了陈佑任小朋友，因为有身躯的欠安，求你求上帝来医治，互伊完全恢复。咱特别为了咱的贵美姐的公主萧伟祥互主警调安留伫伊内面。咱为了这个家族来祈祷，求上帝亲自来安慰帮衬一切护士的疗愈。请咱大家出声祈祷。现在最后说，阮感谢你，互阮会当伫祈祷中间，阮会当奉你的名三体祈祷。所以，阮中间有真侪这长辈，主啊，有人身躯软弱欠安，求你拢同在，求你拢同在。主啊，你的天使遮尔拢保护伊。主啊，互阮兄弟姊妹常常奉主的名祈祷到你的面前。亲爱的主，阮伫疫情的中间，阮求你保护兄弟姊妹，互阮拢会当伫你的保护内面得到安稳。主啊，有时阮因缘会拄着意外，总是主求你教起来恩典伫因的中间，求你特别互上南兄弟会当得到手术，会当完全的恢复，会当恢复健康。主啊，林以前姊妹。互伊会当得到恢复，主，阮也将幼嫩小朋友仰望你，求你甲伊同在。天父上帝有最最软弱的，求你特别看顾，特别医治。主啊，阮也为着伟翔，主啊，贵美姊妹的公主，主你带小囝转去，主啊，你互伊伫你内面得到安乐，也看到伊安详的面貌，伊拢安乐伫你的内面，求你安慰为主，所有疗愈，逐项拢会当得到顺遂。主，阮仰望你，主，阮将兄弟姊妹每一个人、每一个家庭拢仰望你。主啊，因的工作、因的生活拢得到你的保护。主，阮感谢你。也这咱最后，咱也为着咱的国家，特别咱这个疫情已经有较消退，不过咱的这个疫苗希望会当，互这个所需要做的。会当做甲真好势，会互大人得到保护，或者疫苗有安全，咱来献上代祷。咱也特别感谢对最少所在有送来疫苗，咱也会当求上帝帮衬，互咱国家会当有充足的这疫苗，百姓会当安心。咱也为着
世界一个所在疫情严重的国家拄到困难的处境的伫缅甸还是伫印度、越南、泰国、马来西亚，咱也拢祈祷。兄弟，咱大家出声祈祷。亲爱的主耶稣，阮感谢你，互阮为着阮家己祈祷。主啊，阮伫这个敬拜中间，阮特别想着到伫阮徛起的国家有侪侪所在，主啊，这疫情特别伫北部也搁真严重。求你怜悯，求你怜悯，求你来互这指挥的人员、这防护的人员、医护的人员、医疗人员、警消人员，所有参与的拢得到保护，互这个疫情早日得到控制。其实阮国家要生产的疫苗会当顺利，伫国际内拢会当充足，互百姓安心。主啊，阮也看见伫印度、伫越南、泰国、马来西亚足侪所在，主啊，求你也保守伊，保守伊甲因三甲地地，甲缅甸三甲地地，互这个国家恢复正常。亲爱的主耶稣，阮来到你的面前，主啊，阮仰望你，阮因为你是阮的上帝，我要单单来倚靠你，阮单单要来倚靠你，哈利路亚。上帝开路，多多伊是好，伊来而乐，伊是咱上大的外壳，伊是咱上大的外壳。啊，恁通平安去。上帝是恁上界大碗客，独独伊是好，咱万事只有伊求讨。互上帝伊的恩典来充满伫你，互少年人有志气、有目标，互长辈就是老人有经验、有智慧，搁会做梦、有理想。互中壮年的兄弟姊妹。拢会当有勇健的身躯、充足的心神，会当负起应该负起的责任，会当最好的模范，互每一个家庭拢会当伫这个疫情中间来得到恩典，互教会得到恩典，互城市国家也得到上帝祝福。但愿主耶稣基督恩典，天父上帝疼痛，圣神的相通感动。甲恁正大家三甲地地，对即时到永世代无尽。阿妹，哈利路亚，哈利路亚！上帝赐福咱20点，咱要继续咱华语的礼拜，求上帝赐福每一个兄弟姊妹平安。